长黄伟摕甲地方民代贵宾替安平王城里活动中心揭牌，安平国中兼西果龙狮队嘛早来表演庆贺。社土基号仪式了后，撒开大门，象征活动中心正式启用。整个经费超过4000多万，进出过程无简单。原本是要整修，后来发现没有办法整修了哈，市长毅然决然，很快的我们就决定要把它重建。 啊，让一路工程的顺利啊！40几年前哦，阮阿弟要起厝会使，结果即马一个要搁翻修了，土地是阮阿弟，袂使直接起，搁爱土地变更啊，变更做建地，拄啊市长交代，所有局势斗配合。 正常，若是土地要变更，爱5档啊。白色建筑主体搭配着红霞弯弓门造型设计，这座建筑用于安平意象，展现在地未来发展的新风貌。在我任内已经在6年多已经盖了22座的活动中心，新的还有包括搭建的、新建的、增建的。那未来还有30多个活动中心没有盖。那这个拉皮或 这耐震补强或整建修建的，总共有61座啊，所以加起来61加22，所以已经有83座了活动中心。市府正积极推动一里一活动中心政策，提供民众休闲活动的空间。未来更会当透过整合里内服务资源，推展各项社区化福利服务，替地方发挥上大效益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